11节的感动时刻，继续带您造访苗栗造桥，它的代表性产业还有陶艺。因为苗栗当地的陶土材质比较好，能够烧成瓷化，一般的陶土只能够烧熟，不管是耐度或者是保存食物的能力都比较好。尽管这过程中呢，一对夫妻损失了上百万，但是他们依旧是坚持下去。石膏模子车出原形，心要静，眼神要专注。陶瓷师傅林烈孝正聚精会神制作。我们学的是工程啊，陶瓷工程啊。超过40年的经验，从灌浆、修胚、装窑到釉烧，这技术鲜少人会。民国86年，林烈孝开设陶瓷工厂，过程中失败的作品价值就多达300万。直到最近这4、5年，才领悟故中的道理。他说他是把陶土烧瓷化，别人则是陶土烧熟，光听声音就能辨别。哦，像铁的样哎呀，一般烧熟天天冇瓷化，因为一般老板奶也烧唔瓷化，哦，因为跟奶成分冇重要，佢较傻。陶瓷在苗栗造桥当地具有代表性，大溪村这个生活工坊也在述说陶瓷故事。陶瓷作品摆满柜，精致细腻，幕后的艺术家是这一对夫妻，两人坐下来就绣上一手。陶土捏制客家油桐花，一片片花瓣连结，栩栩如生。过去两人经营陶艺工厂，没订单，负债关门。10年前转型休闲产业，他们以文创产品为主轴，苦撑好几年才尝到甜头。我常常说，一片不景气当中，你一定要顾到你的专业。那这专业就做陶瓷，所以我哋茉莉可以压在红叶，还能做陶瓷，但是设计原住民然后客家的图案都我哋陶瓷上面做按度后，当时就想到过，按照毕业拿了用亲有文化特色。有了文创产品还不够，他们端出超过1甲子的客家米粉吸引客人。这是选用再来米研磨制作，不偷工减料。他常常唱你侬我侬给我听，我就发想说，混在一起不就叫你侬我侬吗？还有这一道南瓜芋头，取名为你侬我侬。夫妻俩从谷底翻身，凸显客家人的韧性，也打响造桥知名度。300万的学费，陶瓷师傅坚持创作，釉烧精亮通透，宛若星辰，照耀客庄的感动时刻。